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乌日信义街193项，有一块空地啊，这个草啊发真旺，真坏真垃圾。最近更加是出现着大量的刺毛虫，甚至爬入去徛家厝内，民众安怎扫拢扫袂了，真困扰。 大路刺毛虫密密丝，搁一直白，互人看到就要起鸡母皮。这是伫台中乌日区信义街193项的路，几工前开始出现这刺毛虫，附近乡亲逐工咧扫，先扫都扫袂了，真困扰。很多天了啦，搁昨迄种诶煮菜时阵，迄煮，迄两只虫人坐伫边仔入来。 边仔有一个空地，近2年来拢无人伫维护甲管理，拢生杂草，真脏乱。最近出现这刺毛虫，地方的民意代表要求相关的单位来会勘。下大雨的时候是积水，变一个大水池，还有那个杂草里面也有蟒蛇，好像就是虫虫，还有老鼠啦。民意代表要求农业局优先解决虫害问题，并且行文通知空地地主限期改善，袂当互居住环境搁恶化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